以盛夏樹影為主題，創作一件平面作品。呢條題目最基本嘅係要有盛夏同埋樹影呢兩個元素啦。咁而呢兩個元素都唔係好難畫嘅嘢嚟嘅。首先我哋要知道盛夏嘅定義係咩嘢呢？盛夏即係夏天最炎熱嘅時候。盛夏嘅天氣係點樣呢？盛夏當然會有晴天、雨天，甚至乎雷雨天啦。盛夏俾人嘅感覺係會流汗，有動感，有活力，有熱，有光，有太陽，有海邊。而盛夏打扮係背心、短褲、太陽眼鏡、涼鞋，仲有泳裝等等。而講到打扮，即係有人物先有打扮，亦即係有角色啦。而樹影即係樹嘅投影，一棵咩嘅樹就會投出咩嘅影。一棵正常嘅樹會唔會投出唔正常嘅影？一棵唔正常嘅樹會唔會投出童年嘅陰影呢？樹影即係代表身處嘅環境，即係地點。想象一個場景，即係發生嘅地點。盛夏樹影只係場景嘅最基本嘅設定。我哋要令到呢個設定更加有趣，需要發揮我哋嘅想象力，構思任何一個故事，只要符合以上嘅條件就可以啦。呢一類有基本設定嘅題目，想象空間其實非常之大。